休乐期间，这蒋渭水文化基金会是来举办台语的营队，希望透过音乐、绘本，甚至是搬戏等等的方式，替囡仔来起造全台语的环境。有营队的老师是讲，这参加的囡仔呢，只要有开嘴讲，安尼就有机会来学真台语。金牛、臭鹿、伫台顶教囡仔12星座的台语要安怎讲？老师问问题，囡仔拢积极抓手要回答。不过，若要求因仔用台语回答，可能就无法度像华语遮尔练到。老师希望透过鼓励，互囡仔开嘴讲台语。他教说动物比赛是。你会讲台语？你会讲台语啊？我讲台语是讲较慢，爱想较久。当我讲国语的时候可以讲很快。我在这课学到了那个星座怎么念，处女座，然后下手座，然后摩羯座。蒋渭水文化基金会伫台北有举办台语营队，今年已经是第2档举办，活动拢总有5天。基金会甲内湖的立山国中借场地，真侪老师拢替家己的囡仔报名，也有老师因为后学期爱开始教台语课，所以嘛专工来听课，学教课的方式。这学校有一寡老师，因为因后学期要开始教台语啊，因可能头一届接上，因可能嘛唔知讲要安怎教啊，想讲阮遮有一个营队吼，有一个营队伊会当过来，然后个看嘛讲阮安怎交小朋友来做一寡互动安尼。台语营队用音乐、游戏、广告的方式，互囡仔有讲台语的环境。伫咧湘北、基南和台中等等，拢有办营队。营队老师讲，有的囡仔甚至听无台语，不过这就是学正台语的过程，需要用耐心，豆豆啊，甲咱的母语捡回来。记者台下选谢桂玲台北报道。